哎，小米，小米，真的，哎，你看，这个他的照片呢？怎么会是他们两个出去玩？不是说要跟我？对啊，太可恶了！我也觉得很可恶。小俊，等一下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太可恶了！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去，怎么变成跟你男朋友？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重色轻友。这是阿公，这是阿妈，这是阿公，这个小 baby 是谁？是我们。
拜。